真是驚魂未定啊！我自詡身經百戰，見識過各種各樣的金融詐騙，也參加過不少反詐宣傳學習。可誰能想到，這些經歷在這次詐騙面前竟成了弱點。我總結出一個道理：只要是人，只要心裏還有貪慾，就有可能掉進詐騙的陷阱。雖然每次上當的情況各有不同，但騙子們無一不是找住了人們貪圖便宜、追求高收益、輕信美麗謊言的心理。在2025年10月31日，我手機收到一條短信，內容是積分兌換。短信裏提到的 AEON，在香港是一家非常知名且普遍的大超市，網站換名也是正規的，以 HK 結尾。和之前收到的那些從拼寫就能看出是假信息的 WhatsApp 詐騙短信不同，這次從短信網址到網站內容都十分逼真。短信說我有3萬積分，可以兌換一張50元的肯德基兌換券，這在積分兌換的常規操作範圍內。如果越送手機，我肯定會起疑心。從短信抬頭、網站地址到內容，一切看起來都合乎常理。再加上我之前也經常參與積分兌換禮品活動，這讓我放鬆了警惕。騙子們可真是心理學高手，他們巧妙地模仿正規流程，讓我一步步陷入陷阱。他們要求我填寫郵寄地址並支付5塊錢郵費，付款方式需要使用信用卡。我一頓操作後顯示支付成功，當時也沒太在意，後來回想起來，實際上卡上並沒有扣除這筆費用。半個月過去了，我可能都快忘了肯德基券這回事。11月18日上午11點多，我收到銀行短信，顯示我的信用卡在香港蘋果店有一筆22,198元的消費，卡片已被暫停使用。我第一反應就是肯定是之前在那個釣魚網站上泄露了信用卡信息，幸好銀行及時攔截，這也算是最後一道防線了。我趕緊打電話到銀行核實情況，確認信息無誤後，銀行給我補發了新卡。隨後我到樓下警署報了警，希望能讓更多人避免上當，甚至找到騙徒。可警員們對這類詐騙案件見得太多了，他們分析後覺得找到騙徒的希望渺茫，這讓我感到有些無助。慶幸的是，這次我沒有遭受實際損失。驚魂之餘，我對釣魚網站類詐騙有了一些思考，總結起來就是3個字：防賊找。首先，作為個人預防是關鍵，任何時候我們都要保持理性，克制貪念。可這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就拿我這次的經歷來說，其實只要冷靜分析短信內容，就能發現明顯的破綻。第一，我平時在 AEON 的消費最多只有幾千積分，根本不可能有3萬多積分，就算有10倍積分也不太合理。第二，我們可以通過 AEON 官網進行查證和驗證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要是拿不準，最笨的辦法就是打電話核實。第三，如果釣魚網站要求填寫信用卡信息，一定要格外謹慎，尤其是當發現顯示支付成功，但實際未扣款的情況，基本可以確定是假網站。這時要立刻報警並凍結信用卡。其次，信用卡等支付機構要替用戶察覺異常交易。在這裏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信用卡銀行中銀香港。以前我經常吐槽香港的金融機構，覺得他們對用戶防範過度，我就因為忘記賬號，多次到銀行修改信息，很多消費還受到限制，這讓我覺得很不方便。但經歷了這次詐騙後，我才意識到他們的這些做法其實很有必要。我建議金融機構除了現有的預防機制，能否增加一些驗證措施，比如所有線下親身交易都要驗證簽名甚至密碼。對於線上非親身交易，尤其是信用卡支付，必須驗證手機驗證碼或者2次密碼。最後，警署除了做好平時的反詐宣傳和教育工作，更要提高抓捕詐騙分子的能力。這就好比釣魚遊戲，不能只教育魚兒不要吃魚餌，而不去找釣魚的人。警署可以採用反釣魚的策略，即使是網上訂單，
也會有收件人等訊息，完全可以順着這些線索進行反制，加大抓捕力度和懲罰力度，而不是消極應對。不能總以詐騙犯太多、詐騙犯在境外為藉口，應該聯合金融機構、商家和用戶，共同發現和打擊違法詐騙行為。真心希望天下無詐，願天下無詐。